6月9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以大局為重嘅人，所有嘢咧重視團體性同埋和諧，以社會嘅公眾利益優先，將自己咧會擺得比較後嘅喎。好善良，性格咧比較沉靜、溫文同埋溫和。由細到大咧，你都已經好懂事、好乖同埋好聰明，都好中意幫助人。你身邊嘅人好信賴你，好多時咧都會比較上心。一啲人哋嘅事咧，你都會當咗自己嘅事咁樣去煩惱嘅喎。你唔會講你自己嘅真心話出嚟，以免傷害到其他人。而戀愛當中咧，你會體貼又照顧對方，但係有時咧會比較怕醜，唔會表達自己嘅感受。結咗婚之後，你好努力咁樣打造一個人人都羨慕嘅屋企。有咗小朋友咧，你就會係一個比較關心小朋友成長同埋教育嘅家長。但係記得咧，對小朋友唔好過分保護喎。而性嘅方面咧，你天生對於性呢樣嘢咧會比較冷感啊，會比較消極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嘅工作表現好視乎於嗰件事對於呢一個人到底幫到佢有幾多呢？而有好大嘅落差嘅喎。你知道幫得佢多啲，你就會落力多啲，好多嘢咧都可以發揮到你嘅實力。而你好中意學嘢，所以一啲專業嘅知識啊，又或者攞到一啲 cert 啊牌照嘅工作咧，都會比較啱你。你財務咧都尚算穩健，但係對於揾錢呢樣嘢咧，會比較有罪惡感啊！記住唔好俾錢呢樣嘢咧去束縛自己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一直咧都係為人優先啊，但係亦都有好多時咧，你嘅情緒啊、心情嘅起伏咧，都係因人而嚟啊！要幫助人咧，要先幫助自己，好好咁樣照顧自己嘅感受，